拜佛公只係入門，向內求嘅仲係要揀悟道，因為呢個題材更適合修行中嘅你。佢用簡單嘅線條勾勒出一種高遠、空靈同神秘嘅美感，令人感受到一種虛無而妙有嘅境界。呢種題材嘅呈現，通常都好似喺度表達一種人生嘅修行同追求。咁我哋再講翻，唔係佛公只係入門，大部分人恭請佢嘅，仲係喺外求方面，期望佛公同埋觀音可以帶嚟一種啟示同埋智慧，由外而嚟。喺六祖壇經裏邊就講到，佛向性中作，莫向身外求。更高一步嘅修行係修我哋自己，因為你永遠要悟出嘅，一定係你自己嘅道。道係乜嘢？係你要行嘅法，你要守嘅心，你要去嘅方向。呢一切外邊嘅人係永遠俾唔到答案你嘅。一個人向天問自己嘅道在何處，呢個就係悟道嘅真正嘅意義。所以翡翠咧，淨係一個雕刻嘅載體。所以無論佛公又好，觀音又好，悟道又好，多了解，一定能夠揾到真正啱你嘅嗰件翡翠。如果都中意戴掛件嘅朋友，不妨喺評論區晒一下你自己中意嘅題材。關注錢錢，買翡翠唔踩坑。